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嚟到香港颱風追蹤站 HKTCS， 我係成員阿高。今日係2026年6月7日星期日，呢度係梅州天氣。今日會主要為大家提及近期嘅天氣回顧，今日同埋未來香港天氣變化，仲有最新低壓活動情況。喺影片開始之前，希望大家訂閱、分享、按讚支持我哋香港颱風追蹤站 HKTCS。我哋目標係4萬訂閱，歡迎加入本頻道其他社交媒體平台，而連結亦都會擺喺留言或者資訊欄區嗰度。另外，亦都歡迎大家用 Super Chat、Super Thanks 係支持我哋。我哋先嚟睇睇近一個禮拜嘅天氣情況回顧啦。咁天氣啦，相信就係持續酷熱啦，甚至去到極端酷熱嘅水平。咁相信呢2個禮拜我去咗澳洲啦，咁好多地方地區嘅氣温今年亦都係首次踏入酷熱啦，甚至係極端酷熱嘅水平啦。咁主要就係受到一啲高壓高空反氣旋影響嘅。咁亦都係出現一啲午後觸發雷雨啦，咁就例如5月31號嗰日嘅晏晝部分地方嘅雨勢咧係比較大，雨勢個雨字打錯字就唔好意思啦。咁另外亦都呢個禮拜咧係有一個喺南海東北部啦生成嘅熱帶低氣壓，咁佢就主要向呢個東北移動啦，咁佢就橫過咗台灣咁而家好似去到日本啦附近啦，就好似變成溫帶氣旋啦。咁對香港嘅影響咧就比較間接一啲啦。咁主要就係隨住佢東北移動啦，就會引進一啲西南氣流去到香港嘅。咁雖然係天文台嗰時候沒有發出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咁但係西南氣流啦同埋低壓槽為香港帶嚟暴雨。咁就例如尋晚香港咧，亦都係曾經出現咗紅色暴雨警告。我哋再睇下香港而家同埋未來天氣變化先啦。今日我哋初時咧雨勢就比較少啦，甚至間中係有陽光。咁但係中午過後啦，就開始繼續受到低壓槽影響啦，為香港再次帶嚟一啲狂風雷暴甚至暴雨嘅情況。天文台喺晏晝時分係一度發出黃色暴雨警告信號。咁預計我哋今日會繼續吹一啲西南風啦，多雲有驟雨同埋狂風雷暴，而預計情況未來1-2日係會繼續持續。咁即係話未來1-2日繼續係有可能出現一啲暴雨警告㗎啦。我哋睇睇未來天氣變化。咁但係先睇睇天文台最新俾我哋嘅特別天氣提示，就話到有廣闊低壓槽繼續影響，今晚同埋星期二初時，本港天氣係繼續唔穩定，會有驟雨同埋狂風雷暴，雨勢係有時頗大㗎。天文台係會有需要嘅時候發出暴雨警告信號，或者局部地區大雨提示。咁市民呢幾日上班上學之前就要留意天文台嘅天氣提示同埋天氣警告嘅信息啦。進行戶外活動之前，亦都必須留意天氣變化。咁可以喺特別天氣提示同埋最新電腦降雨雷暴預測中可以睇到，而家到星期二初時，香港亦都有機會受到較大雷雨區嘅影響，有一定機會係要發出暴雨警告。亦都根據最新歐中電腦嘅預測，即係喺右手邊嗰幅圖顯示，預計未來1-2日上班上學嘅時間，亦都包含可能會雨勢頗大嘅情況，唔排除嗰時候係會有暴雨警告信號發出，甚至係出現暴雨警告交替嘅情況。要返工返學嘅市民，記得就要早啲起身，留意天文台發布嘅最新消息、暴雨警告信號等等啦。我哋睇埋之後天氣情況啦。預計最快禮拜二稍後低壓槽就會減弱並且遠離。咁咧，本週中後期咧
受到偏東氣流影響啦，主導我哋嘅天氣啦，咁天色咧就會好翻啲㗎啦，會多翻少少陽光啦，氣温亦都會稍為上升，咁但係間中仍然係會有一啲驟雨嘅。咁但係好快去到週末到下週初，就會再有偏南氣流係取代一啲偏東氣流，咁我哋嘅天氣咧係會再度唔穩定啦，驟雨增多同埋有雷暴。咁總括下未來我哋嘅天氣情況啦，咁整體都係日日有機會落雨啦，有時好大雨添咁樣嘅，咁大家就繼續帶遮出街，同埋留意天文台發布嘅最新消息啦。咁氣温方面咧，就冇好似上個禮拜啦，去到咩酷熱啊、極端酷熱嘅天氣咁樣嘅。我哋睇睇最新低壓活動情況。咁首先喺西北太平洋方面啦，06W 同埋頭先所講喺南海東北部形成嘅熱帶低氣壓91W 已經消散或者轉化成為溫帶氣旋啦。而東太平洋方面啦，咁預計位於夏威夷以東南海域嘅熱帶氣旋01E 將會逐漸減弱並且消散。咁另外喺墨西哥西岸沿岸亦都係有兩個低壓系統91E 同埋92E，亦都預計係會逐漸發展成為熱帶氣旋，而移動嘅方向呢，都大致係行一啲比較西北偏西嘅路徑嘅。我哋可以再睇埋長遠喺西北太平洋嘅潛在低壓活動啦。咁根據最新 Google FMV3 1000個集合預報成員嘅長遠低壓活動趨勢預報，可以見到未來2星期仲有可能有一個低壓系統會喺西北太平洋遠洋係發展㗎。咁整體早期嘅移動方向啦，係西北偏西啦，大致咁就會靠近亞洲嘅西北太平洋一帶。咁預計路徑變化係可以非常大㗎。咁可以出現轉向路徑啦，靠近日本以南海域啦，又或者靠近菲律賓沿岸一帶，甚至亦都唔太清楚呢個系統最後會唔會出現並且發展。咁所以大家就有待觀察未來1-2星期嘅電腦預測嘅情況啦。好啦，最後啦，多謝大家收看。咁近1-2個禮拜啦，我都去咗澳洲度假，咁所以就冇同大家跟進住最新香港天氣啊、低壓活動咁樣嘅情況。咁暫時就係由呢個神龍去更新每週天氣啦。咁今日我就啱啱落咗機翻到嚟香港啦。咁就唔好意思啦，咁就嚟緊我就會去翻呢個崗位啦，多啲更新每週天氣啊，甚至天氣速報，甚至係颱風速報嘅。咁未來本頻道會繼續改善讀音講解分析質素，包括一啲懶音啊同埋口頭禪嘅問題。而未來本頻道會繼續用影片直播或者貼文嘅方式去更新最新香港天氣情況同埋低壓活動。咁適時就會更新啦。咁每週天氣亦都係會盡量去更新嘅。咁希望大家再次訂閱、分享、按讚、留言同埋 Super Chat 係支持我哋香港颱風追蹤站 HKTCS， 目標係4萬訂閱。咁我哋下條片再見啦，拜拜。